200多年咧，你大家都该三慢该推广客家文化，然后客家语言，然后哦用各种该方式，咁我哋大家题目其实当求之前哦，其实是有一群人都推办像春教师都两位是做在推广嘅客家文化，讲客家嘅语言。那除了一本爱用嘅书，有本书非常嘅有意思哦，像係通俗腔咯，咁個大家打開來，其實當有意思嘅故事，但是故事有意思聽，記得要用到動到嘅客家話，你係乜嘅意思咧？今日當番呢度咧，繞牆到類似清華大學嘅歷史內嘅副教授，好好啦，大家都分享一下。大家分享幾時係呢個李玉忠教授分享。大家好，我係李玉忠。欢迎老师。对，因为其实刚才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有跟老师聊一下，所以老师的妈妈是客家人，从吗？对，然后好像从苗栗搬到花莲，是的。对，所以我刚刚又问信上讲，小的时候又谈过家人讲客家话嘛，他说又，我就问信上讲，嘛改 Q 贴啊，他说哦，所以好像有一点点视线。一点点海陆这样，对，好像他们混得蛮厉害的。对，然后线上其实可以略的听得懂，但没有机会好好的说。其实我还听得蛮懂的。懂好。对，因为喜欢偷听他们到底在私底下在讲些什么东西。所以可能我们讲东音哈，我觉得东有意思，改事情是黑讲，就是说东音讲头白啊，多波哈改世界，跟阿公阿婆还讲爸爸妈妈讲避免改世界，就会讲客家话。对，那时候就好像秘密嘛，反正大家小朋友都听不懂。可是现在想起来很可惜。是，我觉得很可惜，没有跟我的外公外婆多学客家话。对，因为那个时候会觉得讲秘密我们就讲我们会的语言，那小朋友听不懂。但想想，你看这个语言过去就过去了哈。是。对，不过今年啊，有机会就在绕墙信上在留聊片，也算是老师应该算是第一次正式的在客家电视台，然后。以这个好像更亲近母语的方式来录节目。是我开始在做客家之后，我发觉我跟我妈妈的感情越来越好啊，真的吗？然后甚至影响到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现在也是在念客家学院。哇，是，所以现在我们等于是我妈妈上礼拜还跟我讲说，她要去这个社区大学再重新学客语，因为她觉得她想要去这个。更精进他的客语，因为他可能原来自己家乡的客语听不懂别的地方的所以我们家现在是3代都在学客语。对，以前大家都不会在外面跟大家讲说我是客家人或讲客家话，以前，但现在感觉上好像慢慢的要变成一种时尚或是一种主流。是。对，好，不过今天今日到访绕墙信上都有两篇，看你台家的修红都有一本书，对，老师。这本书叫做《安久好梦》，或者《安久好梦》安娜。是，这书名都有意思哦。安久好梦就是客家话嘛，最近好嘛。不过你会不会有个安娜，一个很洋化的名字？是，对，老师，这是一一个绘本。老师，你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绘本跟这个绘本的故事？好，这个绘本其实是客发中心何基良主任，还有当时的这个梁玉琴组长，对，还有应该还是赖玉琴、梁慧珠他们来跟我谈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觉得说以往大家看到很多客家的绘本都会比较传统，对，用传统的方式讲传统的客家的故事，然后当然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要把客家的语言文化能够传承到下一代。可是现在整个社会结构转变。很多的小孩子都在都市里面，他其实也没有机会跟爷爷奶奶相处，所以呢，他就希望我们能够制作一个比较创新，不是传统的概念的客家的绘本。那所以后来我就找了台东大学的这个台湾最好的这个我认为最好的这个儿童文学的。专家就是刘佩云老师，是。那他找了他的学生曹玉竹，女士，那我们就共同来构思。那开始我们就会做了一个基础的研究，慢慢就找到了一些零碎的一些线索，找到了一个可以形塑的人物，最后我们就把它构思出来。那整个故事大概致上是围绕着一个主角是这个爷爷跟孙子。对。那这爷爷儿时的时候，他是在教会学校里面学习，所以他认识了另外一个
这个杨牧师的女儿，就白人可以说是白人家庭，对不对？德国的小女生，是，所以他们就一起学习。学习之后呢，那他们呢后来就是他的这位牧师过世了，所以他们有一个一直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帮这个牧师没有完成的客家字典把它整理完，把他的东西整理完。是。那最后这位爷爷整理完之后，所以他就带着孙子回去找这个德国的女孩。对。那这个德国女孩就是安娜。对。那所以他们就回去把他们的成果带回去，希望给他的老师的遗愿完成。是。那在这个旅行的过程里面，就很多过往的情形就娓娓道来，跟孙子大概是这样子。是。对，老师，我看了这个绘本，我自己是很喜欢，然后我觉得自从信上讲台家大白头头到他挂入灌给树这些都是以前比较我们讲经典的故事，这样讲这样分享好了。不过赌俩片又意思给提供一个大家从来没有想象过。这个客家我们可以跟一个德国的白人有关，是对不对？因为台家里还他干法都没讲到动吼嘞，其实我也还在学习当中。可是有一个白人，他这么努力的在学习客家话，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我们要学英文，学英文。可是人家是白人这边德国人，他学客语，用了很多比现在还要困难的方式。所以看到这样的绘本，台家为熊哦，第不都会客家音。老德国音的一个相遇哈，所以真的很有意思。老师，这个东西方的相遇是怎么样开始的？其实东西方的相遇，就像早期客家人自己不会把自己的语言记录下来。对。大航海时代之后，像台湾的历史里面，就比如说西班牙人来了，荷兰人来了，对，西班牙人就记录了淡水的还有宜兰的原住民的语言，对。然后荷兰人记录了虎尾，就叫做法伯隆的语言，是，到现在还都保留下来。那当然之后就是鸦片战争之后，又重新这些传教士又再来。那巴社会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主角就是巴社会。那他们后来呢，又为了要传教，传教非常重要，就是你要听得懂我的教义。那我要懂你的语言。懂。那这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下面，所以他们就会记录很多很多的文字。是。那所以这些东西就变成是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资产。也因为是这样，我能不能说，因为在那个时候，所以也很多的传教士到台湾是这片土地，对不对？像之后其实台湾很有名，就是像玛雅各、巴克里，他们记录了很多的闽南的这些词典文字。好，所以早先上狗意是谁狗？在老师最一开始是西元几年？你是说后来吗？就一开始传教士到台湾，最早来说话是荷兰人1624，所以明年是那个台南建成400年。哇，洗8年前，我们好难想象。明年会有很多活动，在台南吗？在台南，然后26年是基隆，所以基隆400年是。哇，很不可思议耶！所以接下来10年是台湾的大航海时代400年。我觉得老师，我承认我对历史很不熟，我这投诉改世界每次考历史，我都觉得好痛苦。对，可是我觉得越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想想看，我们在这片土地长大，你认识过这片土地过去的历史吗？当你越去认识，越去了解，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50年前的事情我们就好陌生了，70年前的事情我们就已经好陌生了。是，对。可是再去知道跟挖掘，其实好多有趣的故事跟很感人的事情在里面。所以历史应该要让它更有趣一点，更贴近生活。对，所以老师。我会努力，让我们不要看到历史就害怕。是的。错。所以其实广东俩片，其实台大线上有广东俩本书地图，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家庭，然后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白人的那个主要的主角，金提福，对，他的原型是当时金提福牧师的原型，对不对？是的。好，所以我们算是有点类似取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在绘本里面做。基本上很多的元素都是真的。OK， 我们连这个爷爷这个角色叫做那个阿汤姑是从一份在巴社会档案馆里面的一篇。叫做刘锦堂的小学生的作文，是把它作为一个原型，
所以里面所有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可追寻的。懂。老师，你知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特别哈，因为你讲到两本书，有嘛个好特别的地方哦。我们大家可能懂，我从两篇，因为这个等于是牧师当时为了传递讯息也好，传教也好，跟当地人互动也好，我跟你互动，我要跟你建立关系，不管我心里是不是真的是这么的温暖也好什么，但是我总是要用你的语言。对，所以他学了别人的语言，也做了别的语言的，等于是也把客家话记录起来。还讲，让客家人来讲话，其实讲学习客家话，讲客家话，而且还把客家语言、客家词记留下来。比如讲，第一篇有讲到树五、树肉、美食的树 ，OK， 树烟、树米、树南洞。我很难想象，这个是当时牧师记录下来的言语。哦，是啊，这怎么可能？这个对现在我们。对来了吼客家话对我都是困难的，何况当时一个白人，他真的就这样子把它记录下来，还用刻文字，他还会写汉字，这才是厉害。对，他很用心。所以其实我们后面有另外提到一位叫做曾福全的崇祯会的曾福全先生。是。这位先生就是在大概80年代开始去拜访这些传教士的后人，对，把他们的当时的一些书信啊东西都把它收集整理起来。对。他呢就保留了金提福在练汉字的笔记本。懂啊，所以其实。这个阿福牧师其实是2个牧师，哇，一个是金提福，一个是曾福全先生。好，所以你讲唐先生讲是第，还有动作嘅故事，就在分享，你等下再来讲。今天东方一走在绕墙岛，你在理性上那种节目地图，然后台高的副影哇，很开心可以欢迎老师哈来到这边，跟台高的小改本改通数，对不对？我们首团节目有讲到，这里面讲了2个牧师，对不对？曾福全牧师以及金提福牧师。然后呢，更重要的事情是，就是哇，这个留下了很多课文字的一些，我们讲说。就像音乐，我们会采集，他那时候等于是在那个时候留下了很珍贵的课语、很珍贵的课文字。对，没错。对，好，我们讲呢，第二篇老台高的分享一个动题给动题篇，俺们还提一摆糖果改东西，叫做八色会，是吗？是的，八色会。对，老师，我第一次听过，它是一个什么？而且它跟客家是什么关系？它是19世纪鸦片战争之后。来到香港传教，后来他就跟着其他的传教会都进到中国。所以它是一个组织。它是一个组织。对。那它的总部现在是在瑞士的巴塞尔。OK。所以它是一个德语系的传教的修会。那所以里面在传教的时候是讲德文，然后在瑞士。好特别。是。好，那老师也才刚从瑞士回来，是我刚从那边，所以他是一个我能不能说他其实他就像一个教会一样，所以他有自己的会馆，是吗？没错。他原来的这个总部到现在还保留着。哦，一直都是他。对，一直都是。哇哦，所以那听说他的一些，它里面有非常多丰富的典藏，对不对？馆内馆外都很值得被大家认识。建筑的外观也是非常的典雅。它现在其实建筑物本身也兼做旅馆，因为教会需要收入嘛。它这么大吗？还可以做旅馆这样子。OK， 哇，很大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点点的这个画面，很大哎，老师，它比我想象中大。是，所以它馆内也有很多的典藏。因为它当初原来也是学校，所以它现在是学校。对，然后一部分当然有变成宿舍嘛，因为传教士要出去之前先在那边学习。而且因为历史的关系，那时候对客家人也好，或是对很多就是也给很大的帮助，对不对？对，其实也有客家人到那里去念书。后来还成为医生啊，或者其他的专业。是。那其中有一部分他就作为档案馆。懂，因为我们那时候这次提到像八色会，或者它曾经叫八色差会，我们其实大家对这个是老实说是蛮陌生的。想说但是我相信它在过去的年代里面，跟我们因为在这个不同的历史时空背景底下，它应该有一个很
很亲密的一个结合啦。是，对哈，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可以分享？因为一开始传教的时候，其实传教士要到中国传教，或者到世界各地传教，一定要在地的人帮忙。对，所以他一开始的巴士会早期的传教士就碰到了客家人协助他们。对，在香港的客家人。对，所以他们透过这香港客家人，后来又进到广东。哦，所以然后他们跟这些客家人大概非常投缘。是，所以投缘之后呢，他们后来就干脆就决定了。不去，他们也不本来要去，比如说福建传教的，后来他们也不去了，他们就专门在客家地区传教。那他们后来也会记载一些民族志，客家的民族志，然后在国际期刊发表。是。那国际这些的人类学啦，其他的学者就会透过他们知道哈嘎。对。那所以他们后来就等同于哈嘎，所以巴士民选现在后来就等于这个类似于客家的教会了。太特别了，太特别了！因为台家讲到哈嘎，台家没想到，其实你知道安然跟欧洲、瑞士这个地方，其实还有一个跟客家有这么亲密连接的地方。我觉得最特别的事情是，今天有特别跟大家分享，就它馆内有非常多的典藏。没错。对，像这个就是对不对？它有个刻画读本。是。这个刻画读本呢，这种东西应该要发生在台湾，你知道那种感觉？可它其实是在里面的其中一个典藏。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角，这个绘本的主角金提福他编的。对，他当然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编，他是透过客家的教友协助他编。老师，这上面有一个德文字，对不对？对，这个虽然这是我们印的，字很小，是你会念吗？这个？不会，我不会德文。哈嘎好像是 Lexpo。对，它是德文。对，就是客家的读本，客家书。对，好有趣，所以这就是当时留下来的东西。是，这是金提夫的打字稿。他其实是想要把客家话介绍给德国人。介绍给德国传教士，好特别。所以他还会记录他的拼音。有他，所以我们也拍了他的拼音，还有拍了他的注解。有，像这个就是对不对？比如讲，大家走在看到哈，还讲大家看中文字的话，比如说又宁哈来上见挨把挨秋喜讲宁哈强基业。挨我哈，好，老师，这是我念的啊，没有，哇，金提夫一定很开心，这样子就被鼓掌。但是我想表达的事情是，这旁边这是当时的打字机，对，那当然抬杠，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分享啦，就是说因为这是真实手稿，我们把它翻拍，好，那这样这个打字机其实它的拼音就是。根据我刚才念的，对，然后这个拼音绕连下台嘎和哈嘎法改拼音很某恐浓的，可是当然你知道，这随着时间演变，语言也一直在改变，但是至少在那个年代，那个牧师他真的就是用那时候打字机，你知道打字机那个我觉得以前听打字机好疗愈哦，对不对？就是真的就是爱用打，而且那时候打错就是打错，不像我们现在电脑，你们随便键盘乱按还可以就是立刻删除 delete， 但是这个就是当时的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就是历史的痕迹。所以你看，他当时没有录音机，对，可是他打下来就像录音机，是，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他打的符号，然后念出当时的客语的发音。对，我觉得真的是太特别了。比如讲，我还是不要念好了，因为我刚刚本来想，刚刚本来想看这个牧师改拼音相关，做得绕经念出来，我怕我念错会被抬价小啊牛音，所以这就是他的方式，而且一个德国人可以用这么难的方式把他这样打字机记录下来，而且这个速度不像我们现在打字这么快哦，是，因为连下抬价都有手机，我们打东西不用改价，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打字机一页一页的打，是，好像我们那时候在印刷书籍一样，所以他花了很多精神在这上面。是，好，我们带起来也安用音哈，其实大家是会想讲哦，可是安用来摸听手看得是啦，对不对？所以老师我们有一个新的东西，喂，还蛮恭喜的东西在。老师这边还有一个，你看，捏公公，对不对？你知道我一直被教学的捏公公就是捏公公、修彩龙，什么起攀麻、周连同，就是比较像童诗，是。这是那个时候记录的捏公公，而且他们那时候还有一些共创在里面。是，对，比如说捏公公、nhìn空梦，谁小学记公量，对不对？是不是？对他们填的那个圣经的相关的这种传教的但是老师他都有押韵是啊，所以我觉得他们
非常的把这个客家的文化再做一些创新。真的，英雄梦，英雄熟，英雄爱，来，匆匆日下跳，松竹台硬讲。怎么样，老师？你刚听我朗诵，你觉得非常有韵味，都想改信基督教。我觉得很棒，对啊。很有意思哦，这个叶共万穷欧咪心有眼你爱地，哇，很棒，所以这也是当时留下来的。是的。好，老师，那这些东西我们如果到瑞士的这个你说的那个馆内，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典藏吗？对，申请大概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也希望把它整理出版了。是，对，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巴社会等于，我们这边会讲说它等于客家这件事情。是的。对，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帮我们多做一点补充？对，其实因为巴社会跟客家的关系其实不是只有传教，对，其实在某种程度历史学的研究的认为，当初洪秀全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对，在接受这个基督教义之后，开始把它融合成跟自己的一些想法，变成他特有的所谓的基督教义，然后去对抗清廷。整个过程里面，其实巴社会跟他的交流其实蛮深的，尤其是他的那个族弟叫做洪仁玕。洪仁玕其实他就是巴社教会的信徒，所以后来太平天国败了之后，对，客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清廷或者在地的一些人的排挤，所以巴社会就帮助这些客家的这些基督教的家庭，移到了这个现在的婆罗洲，对，甚至主要是在沙巴。OK， 所以现在沙巴很多的客家人就是当时过去的，好，不止沙巴，对不对？是不止，他们其实还有到中南美洲去的。中南美洲。对。所以其实客家跟着这个巴社会，把自己的这个应该是说把客家的文化、客家的血脉也带到海外去。那其实当然，整个清朝末年的客家的大移民潮，其实像后来的毛里修斯。现在毛里修斯对，或者是苏利南，对，这些地方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出去，所以我认为巴社差会在这个某种程度上给予了客家人很多外面的资讯或者一种视野。我其实是这几年才比较知道说，原来这么多客家人在苏利南，我是真的很惊讶。是。对，我要不是因为看了一部戏剧，知道了苏利南的故事，我才对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认识。对，然后也才知道说，原来它跟客家原来有这样的一个连接。不过今天听到老师线上讲到历史的部分，讲到巴社会，讲到客家长地讲，原来我们可以溯源到那个时代，所以这也是一个移民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移民史、迁徙的史，对，没错。好，非常感有意思。好，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很多在馆内可能有很多典藏，就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东西，其实后来老师你自己也有一本新书，可能会慢慢的要来发表，对吗？是整理成这个白话教科。白话教科，因为台大有讲到老师说白话教科谈的是。让它变得好简单，就是它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分享。到底内容系嘛改，到底调度老师线上容易变，大家先聊下，啉下茶，你等下张总来好好让大家来讲。东方一走在绕墙，类似庆发台后改历史内改副告诉理性上那个节目地读老师今天很开心欢迎你哇！我们刚才讲了好多，其实兄弟没有很基本改节目可能会觉得好像比较严肃哈，因为我们有时候生活资讯类的东西很多会觉得说哇，可是其实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因为让你所有改兄弟没有的分享，其实客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客家婷婷，呀，你讲客家不会婷婷，你是嘛改版，嘛改客家文化，其实客家改历史你也讲起来，去非常改有意思，是种线上改下讲的，咚年轻，可有一只德国嘅白人其实写了很多嘅客家话学文史留下来，改了是历史很容易啊，大家客家人的迁徙的路径是怎么样？是种线上改下讲的，连苏利南安永改地方，看都有非常多嘅客家人。是的。不管你对安永改伤习，对安永改国家，唔过系很陌生，对不对？对。好，所以今天非常
放仪性上可以来聊，而且老师是一个历史教授的身份来到这里，所以讲话也是要很小心。我说我，免得我真的很容易就是这个自曝其短。若讲到两岸的讲赌，大家就是八色馆留了很多他刚入馆改档案。老师也是有一个9月份，两张也有一个新书要出版，对不对？白话教科。叫做八色差会金体夫牧师与白话教科，这是他编的第一本的教科书。是。那这本里面呢，其实我们主要是把他编的做成一个注解版，是，同时也介绍金体夫牧师的他为什么去编这些教科书的背景。懂。而且其实里面还有一段浪漫的故事，是他编的第一个教材，第一个读者是他的未婚妻。克拉拉，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那个绘本里面那个克拉拉，克拉拉也是白人，对，他读他妈看是他的客家的这个，他拿他的就是后来他的太太作为第一个实验的教材的读本，第一个教材的实验的对象，让他太太来读，那这个读本后来就是慢慢繁衍成这些文本。好有趣，所以老师，这个我们是不是也成为学校的一个通识课的教材？是我们今年在课委会的补助下，会在清大开一门世界客家文本的这个通识课程。哇，我很期待耶！我很想知道会有多少人选修，然后会有就是目前应该学生们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已经有60-70个学生。哦，很多哎。对，其实还算蛮好的。是，会是老师授课吗？我跟杨明龙老师杨明龙老师他会再邀请一些在客家文化上面都有贡献的老师，比如说罗兆锦老师啊，罗老师，还有这个我印象中还有客家的歌手我忘了是哪位，因为杨明龙老师对这个领域比较熟，对，就由他来规划，因为是我们俩合开的课程。那最主要的想法就是说，我们都有给国小学生、幼稚园学生或者是更大一点学生的客家的读本，对。可是我们没有给大学生的文本，那大学生文本你总不能像小孩子的文本来上一些来什么东西，一些广告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文本作为一个文本。是，我觉得真的最近这几年，其实动港同台港慢慢变了，讲客家法好像是一个时尚，是对不对？其实你仔细想，台湾白白冇买港讲客家法，因为我们有一些过去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就是我们在那个历史背景底下，我们有一些客观的条件跟客观的因素。我们讲台家上看看啊，你就得讲，你讲法语，就是我们现在沟通的语言 ，OK。你就得讲河洛，係講你又就得講客家法，我覺得多棒啊！是，你一個人可以同時說很多語言，不是很驕傲嗎？是啊，就像歐洲人也是啊，他們都會好多國語言。對，所以挨起的真的台家都學習客家法。老師，我這是真心，因為你看我們從小就念英文 ，OK， 英文你還是可以說得很好，是。可是你能夠多學會一種我覺得多學會一種語言就很棒啊，尤其是在東南亞，其實客語是有很大的影響力的，對不對？所以老師，我曾經在你也要，是的，好的，我有下個月起要跟我的媽媽去那個社區大學學客語，好棒哦！你因為媽媽也是，我覺得因為剛剛讀節目一開始也是線上是有講到，因為你走安勇改研究，安勇改。狗昌地讀，其實不管是跟媽媽變得更親近也好，或者媽媽要去社區大學，或者兒子也對客家有更多的想象跟認識，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連接，所以也因為這樣子，你反而撿回你的客家也好，母語也好。我覺得我媽媽更快樂其實最主要，我覺得這也是一種表達我對她的感謝的一種方式吧。糟糕，我聽了好感動。對。年紀大了，有時候覺得最單純的事情，也許最真實。對，因為我很想分享，就是說，在老師的母親的那個年代，或是在我爸媽的那個年代，因為他們的母語是客語，他們如果經歷過日治時代，會講一點日語，但他們不會別的語言。那你想想看，突然間這個社會開始講一個你聽不懂的話，然後你會跟別人隔離、跟陌生。可是當你發現你自己的孩子要回過頭來跟你講你熟悉的語言，然後好像跟你變得親密的時候，這件事情真的很令人感動。你知道那個真的很親切，是我們不太能體會的。以前客家電視做過很多像是相聲節目，它裡面講了很多很地道的客家話。是。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只是工作，我真的没有这么大的什么了不起的想象跟使命。可是当家人跟我回馈的时候说，哦，我那天听到你讲哈嘎法啊，我真的觉得好有亲切感。我想说，哇，原来这对你是这么的影响，这样。是，我有一次就是跟我妈妈一起在唱客家歌，对，就发觉她特别开心。是，好棒。对，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太感人了。哎，那个。李妈妈，你给朋友来看，你改甜食哦。这一集，老师这一集一定要跟妈妈讲他看呢。所以你来看哈，这个李信上的李教授叫董明静来分享佢拢伊个故事，佢讲佢学长也未听伊下去台后来学韩语，佢讲佢摸眼镜红长打电话好来讲，我会考试，好不好？对，所以老师我觉得这时间不多，我觉得我有几个议题，我们先来这个有话快说，好不好？就是每个来宾来到这边，你都被景夯又会给讲解这个故事哈，就是这个就是不能想很久，因为又会给讲。好，所以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跟这个通常跟这个主题不太有关系，请问老师如果没有做历史研究的话，最想要做什么？想去写编剧。我跟你讲，我最喜欢访问大学教授，因为他们都会给你意想不到的答案。你看一个研究历史的这个学术的人，给讲记得走变卡。太棒了，老师！你这个梦想可以持续，我觉得你可以并进，而且你对历史很有研究，我觉得你可以很适合写各种戏剧这样子。谢谢。好，老师，如果这一题，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你最想成为谁？最想成为不负责任的说，不负责任的说啊，5、4、3我想成为这个一个原住民。好，范畴好宽哦。西班牙时期的一个原住民叫 Dedores。好，我刚刚为什么问这一题的时候呢？我有稍微犹豫一下，因为我就怕这个时候发生，因为他讲了一个我不知道是谁的人，所以我刚刚现在刚刚我们聊天想说，这一题我想说老师应该说真的吗？对，我再去研究一下那个人是谁。我其实很想问说他是为什么，但我想赶快先问一下下一个题目。老师，如果可以穿越的话，你最希望能够穿越到哪个年代？明代。好特别，其实我好想知道为什么。等一下，老师，你最不喜欢的学科？化学。好有趣哦，老师你如果能够有特异功能，你最希望用嘛改特异功能？预知未来。嘿，历史学老师这样说。好的，老师，那好，这后面这一题这等一下这跟戏剧比较关。好，来，老师为什么是预知未来？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自己今天做的事情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不要以后会后悔。哇，这个太特别。好，那为什么是化学？为什么最讨厌化学？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化学从来没有真正做实验，然后都是在讲背化学公式。其实就像各位觉得背历史的年代一样，对我来说，你看我在抱怨，是不是？好，老师，那为什么是明代？最想要穿越到明代？我想到明代的马尼拉，因为我自己在做这个闽南跟西班牙的语言文化交流。哇，意思就是说，金石图案都来文献是给按给其他转移改编是好嘞哈。好的，其实我是想要避免一场1603年的大屠杀。对。老师，我觉得你好，老师，你不是说想当编剧吗？我觉得你可以耶，因为你看，老师刚说他想要避免1603年的大屠杀。你看这个就是写一个穿越剧，然后到那里的时候，但这中间又会跟物理有关，因为你一旦穿越的话，又跟量子力学什么的，这个非常的特别哈。好，老师，我们简单节目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来你未来的计划。未来我希望把闽南跟西班牙的这个文化交流。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讨论。之后我希望继续再把这个金体福牧师他一辈子的这些客家的研究做一个深入的，写成一本专书。老师，那你可不可以用短短的20秒告诉我们，你觉得客家文化的研究为什么它这么重要？而不是只是我们每天在介绍说，哎呀，吃这个客家版啊，这个客家语言、客家文化。应该我不会特别去强调客家特别重要，我认为每一个族群的语言跟文化都一样重要。那对我来说，它就是我血液中的一部分。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是对我80几岁的母亲来说是一个最好的、最快乐的事情。我想这也是对她最表达我对她的爱意
最好的方式哦，所以我希望能够把客家做一些能够有一些成果。那同时我也觉得客家在台湾，其实这些年来其实大家都很努力在把它做发扬光大。那我觉得也许我也可以做我比较擅长的事情。太棒了！今天非常感谢欣赏到的节目地图让大家分享。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也分享了老师动感性的故事哈。所以今天该复习了嘞，谢谢老师。替撇到天喜地前面改信上改妈妈就是阿爸梅，阿爸梅今天该节目听出爱看哦，然后阿爸梅打个招呼这样，听好了嘞，阿爸梅讲好了做认同嘞。好看复习类的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嘅傾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哦。